2026年亚洲冬季运动会明年要在高雄举办，顶一届伫台湾举办的是2022年伫台北，因为疫情呢，这比赛规模受到限制。明年伫高雄除了有14项运动项目，也有文化展演甲学术论坛。主办单位强调讲，参赛者无限定是谁，只要认同性别平权，拢会当来报名参加。3、2、1，启动！耶！这些贵宾甲家规都好破，代表2026亚洲冬季运动会伫高雄起鼓咯。这场亚洲规模上大的冬季运动会，顶一回来台湾办已经是2022年。迄当阵办伫咧台北，因为疫情，比赛规模甲参加人数拢受到限制。明年总算阁轮到来台湾办。亚洲冬季运动联盟主席讲，冬季运动会总部是伫台湾，是少数中国无法度出卡手的国际比赛。明年4月会有10个国家来参加，会当互国际看到咱台湾对性别平权的重视。同志运动会是一种全民运动的概念，只要你不反对同志，不反对 LGBT， 你都可以报名参加，不一定要是同志才能参加。每年的彩虹日，高雄也都会在点灯。那我想这个是高雄作为一个追求民主自由长期以来高雄的使命。那追求人权也是高雄的底蕴。所以，对于同志运动，我们绝对欢迎。这摆运动会所等的高雄办，主办单位用心计较，除了发用粉红甲粉蓝来做代表色以外，包括排球、篮球、倒球等等，比赛项目也增加到14项。另外，还有变种控球的比赛。台湾冬季运动发展协会表示，除了比赛甲性别平权的文化展演以外，还有相关的学术论坛。我们会邀请至少10个国家以上的学者与专家来探讨粉红经济跟性别平权。这场运动会明年4月底要伫高雄展开，主席表示，顶届伫台北办，敢若3000多人，就创造更加的经济效益。这届无疫情的限制，相信会当伫高雄创造更加侪粉红经济。记者郭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